喺廣州南沙探訪一間開咗16年歷史、本地人私藏嘅大排檔。點買嗰啲餸得唔得？呢度啲嘢啊？呢度全部分得點？而家出發去廣州，捐窿捐罅去揾食。138蚊斤，個塔沙點賣啊？3個斤邊啊？呢啲係咪野生啊，老細？野生嘅。河蝦點賣啊？5斤。咪攞半斤啦。呢啲係無蟹啊？點賣呢啲啊？2蚊。呢度開咗幾多年啊？16年。呢啲咩嚟㗎？哦，真係咁大仔都未見過。咁咪一個肉餅，係一個排骨，半斤蝦。OK。靚姨，你呢度靚喎，又有個湖，又有個屋仔喎。係啊。仲有雞喎呢度喎，全部自己養啊，老細。我都有。仲養到咁多青頭鴨添。好靚啊！金邊大沙。得2條都俾我食埋咯喎。哇，呢個招牌餸啊！哦，新房啊。喂，靚啊！哇，加多啲。點買嗰啲餸得唔得？呢度啲嘢啊？嚟啦個肉餅。哎呦，天氣凍凍地，整翻支靚嘢。每張台必點嘅酸甜排骨，睇上去就好有食欲。佢呢個酸甜排骨好好食，佢呢度嘅排骨咧係完全冇果粉噶，超正。而且咧佢個醬汁咧又唔會好酸，又唔會好甜，啱啱好。佢選嗰啲排骨咧係好多軟骨喺度啊，食上去口感咧又軟又脆，好正，酸酸甜甜，整翻啖先。哇，正！而家天氣降溫啦，整翻杯勁酒，暖粒粒啊！而家嚟試下呢個頭菜蒸肉餅，睇上去咧就係手工噶啦，咬落去咧係好有顆粒感啊。佢啲頭菜嘅份量放得啱啱好，如果太多嘅話會好鹹。就係我哋細個嗰陣時屋企嘅味道。試下呢條野生金邊龍脷，哇！嗰啲龍脷又滑，哇！嗰條龍脷嘅油脂好香啊！佢仲係擺咗幾隻河蝦落去蒸。你睇下啲肉超正，哇！正，飲落去有股淡淡嘅蒸香味，入口好順滑。而家嚟試下白灼河蝦，嗰啲河蝦超大隻。幾靚嗰啲河蝦，爽口有彈牙。佢嗰啲河蝦咧係特別鮮甜嘅，食河蝦咧千祈唔好蘸醬，蘸醬嘅話咧就失去咗佢嘅鮮甜味。個排骨同個肉餅真係好正，嗰啲河鮮好新鮮，4個餸埋單先200蚊，午飯時候都幾多人嘅喎。今日嚟到汕頭探訪一間開咗40年本地人認證嘅原味鮮豬肚湯。這次吃你家的應該不會被罵吧？如果吃到那種燒的豬腰啊，可以直接告訴我，我可以退錢的。今日咧，我哋出發去汕頭，捐窿捐罅去揾食。聽講話呢間店咧好鬼好食嘅，最出名的是哪幾樣啊？就是三寶嘛。三寶。豬肚豬腰綁筋嘛，也不能點太多，等一下吃不了，不要浪費。豬腰怎麼賣啊？小份30，中份60。喜歡吃豬腰的可以下到中份。是不是有個什麼叫豬肚尖啊？就整個尖給你嘛。怎麼賣這個？120，120，可以，沒問題。綁筋怎麼賣這個？這個小份的30。來本長嘛，小份。然後天梯呢？天梯啊，也來個小份的就好。不要點太多啊！我很大吃的。留點給別人啊。這些東西都是每天新鮮限量的啊。對，所以說不要點太多，就這個意思。你一天備的貨不多啊，肯定3點鐘不到就賣完啦。那肯定啦，天天都要清貨啊，才能保證每天都新鮮啊。這個就是我最出名的豬肚湯，很辣的。這裡面有沒有什麼調料啊？這個湯是補血補胃的，只有骨頭而已。聞起來就很香哦。肯定祖傳的啦，這個得40年了。40年了？對啊，那比我還大。上次去吃了一個400塊的豬肚，被人罵死了我。這次吃你家的應該不會被罵吧？多少錢都能在這裡吃，20塊也能吃，100多塊也能吃，所以一般我是不會被人罵的。挑一個好一點的哦。你是要肚肩是吧？啊，對。為什麼這麼厚的呢？400有沒有這麼厚？400的我沒注意。很好吃的。哇，這也是嗎？豬背上的筋，綁筋。叫綁筋啊，也是我的特色。你看，都是新鮮的。先給它改個花刀啊。對。都是分開下，時間都不一樣啊。對。剛才喜不喜歡吃？吃。喜歡吃就多下點。好的。啊。好了，豬肚得了。哇。那個豬腰怕不怕燒啊？會。新鮮的豬腰就不會燒，等一下你吃了你就知道，會很驚艷的。在我這裡吃豬腰，如果吃到那種燒的豬腰啊，可以直接告訴我，我可以退錢的。在哪裡？這裡，哎，哦。先喝口湯。好。補血補胃的一定要喝。招牌豬肚胡椒湯。哦，好重嘅胡椒味，入邊加咗酸菜落去，好正。而家嚟試下呢個烤切豬腰。
哇！佢呢個豬好爽好嫩啊，好新鮮啊，超正，一啲呢個豬騷味都冇啊，好吃好吃好吃。呢一嚿就係豬肚尖啦，幾口。爽脆得嚟咧，有彈牙，彈牙得嚟咧又有嚼頭。新鮮嘅豬肚咧，先會有呢個越嚼越香嗰種油脂香味。試一下呢個豬板筋，搭埋佢嘅靈魂辣椒醬真係好正，又係爽脆得嚟，Q Q 糯糯噶，好正。嚟到潮汕一定要食佢個肉餅，好香啊呢個。正，整個粉腸試下先，一口咬落去咧，入邊啲粉漿啊爆出嚟啊，好香啊！而且個口感咧，好似啲香口膠咁。整個生蠔試下先，嗰啲生蠔都好鮮啊。試下呢個豬甸梯，呢個豬甸梯好爽啊！試一下呢個用豬板筋做嘅餃子，入邊咧係有一種好香嘅肉香味散埋出嚟，上面嗰層咧應該係花生醬嚟嘅。試一下個肉丸先，好彈牙好嫩喎，好食過嗰啲四周魚蛋啦。今日呢餐飯所有嘅食材又新鮮又好味，火候控制得啱啱好。今日消費300蚊。今日嚟到佛山探訪一間開咗30年、人氣爆棚嘅街坊飯堂。呢一塊豬潤絕對係我食過目前最好食嘅豬潤。本來已經忙㗎啦，一個上去。仲忙啲。今日咧帶大家去順德捐窿捐罅去揾食，足足開咗1個鐘頭嘅車，終於到啦。你好，一個人，即係星期一都會爆滿嘅。一日都爆滿。哇，咁誇張啊！介紹下有啲咩食，靚女？魚頭啊、排骨啊、豬肝咯。咁啊，點呢3個啊？芥菜魚球啦，4個餸啊，3餸1湯。呢度開咗幾多年啊？差唔多30年嘅。30年嘅啦，咁咪仲大過我。你上去之後死。生意好咪好咯？本來已經忙㗎啦，一個上去。仲忙啲。啊！呢度係咪一開始呢30年都喺呢度啊？一開始嗰陣時賣。啊，喺屋企嚟嘅。真係嘅喎，真係有人嚟㗎咯喎，忙到踢大腳啊！咁呢個咧可能係要拼台啦。今日帶下支靚嘅出嚟先。呢度嘅廚房就唔大嘅，就得2、3個人做嘢嘅啫。所以咧，如果太多人過嚟嘅話咧，會導致佢哋嘅出品啊唔係好穩定，同埋服務方面咧可能會差少少。哇，咁大煲啊！喂，終於到啦！偷偷地同你哋講啊，飯點時候呢個真係好多人啊！頭先嚟試下呢個專焗豬肉，超厚超大塊啊！哇，好正喎！個豬肉咧煎到佢咧，後邊咧係焦香焦香嘅，而且入邊咧係帶少少爽脆嘅喎。呢個豬肉咧係越嚼越香啊，而且係好入味添，絕對係我食過目前最好食嘅豬肉。咁靚嘅豬肉咧，整翻杯先。呢隻酒入口一啲都唔辣啊！飲完之後第二日都精神啲啊！而家嚟試下呢個專焗魚頭，廣東人食魚咧，識食就肯定食魚頭嘅。好似食緊啫喱咁樣啊，真係好正。佢呢個魚頭啊，簡直係外焦內軟啊，太好吃啦！咁正嘅魚頭啊，整多杯先。但係呢支酒咧，配呢個魚頭真係超級解流啊！而家嚟試下佢嘅專焗排骨。哇！佢呢個排骨真係好食㗎，出邊都係焦香焦香嘅，但係咧入邊咧係好嫩嘅，而且佢呢個排骨咧食得出嚟咧係比較新鮮嘅，醃製嘅排骨嘅味道都好好。火候控制啱啱好，完全都唔怕老啊！正啊！而家嚟試下呢個芥菜魚嘅湯，呢啲全部都手工嘅鯪魚肉嚟嘅。佢呢個鯪魚肉好彈牙喎，好香魚味喎。哇，正！但你時候食芥菜咧就最甜。飯後整碗3碗湯，一流啊！今日呢餐飯啊真係平靚正啊！今日消費168蚊。今日嚟到佛山探秘一間非常火爆、人均100蚊左右嘅鮮活海鮮大排檔，滿滿嘅膏啊，靚貨。哇，大部分都有膏啊！好耐都冇去食過海鮮啦，而家出發去南海捐窿捐罅去揾食。兩位說裡面說外面呢？招牌是奶油蝦哈，然後掃碼點單，有忌口的話記得備注一下。海鮮粥、奶油蝦、奶油蟹，還有皮皮蝦都是招牌。對，師傅你嗰啲海鮮都幾新鮮喎。係啊，我哋每日轉用乾鮮嘅螺絲蝦，大部分咧都係帶膏嘅。奶油蟹咧就係用呢啲啦，隻隻都有膏嘅。海鮮粥係用呢種3號蟹，生猛嘅呢啲。特別嘅你呢個門口用個煲嚟搞嘅喎，哇，好香嘅奶油味啊！哇，正啊！哇，爆香啲蝦蟹先啊！呢個蝦蟹都真係幾大串啊！呢個夠擺盤添喎。
哇塞！这个你们看的菜好，也12块多下来了。試下呢個爆糕辣油蝦，98蚊一份，大部分都有糕啊，見到嘛？一口落去咧，佢辣油味好香啊！佢呢個蝦肉好新鮮，好 Q 彈啊！食之前咧，你要蘸下嗰啲辣油，仲正。試下呢個爆糕辣油蟹，88蚊一份，滿滿嘅糕啊，靚貨。糕香味十足，嗰啲辣油嘅香味已經融入晒落啲蟹上面，真係好正。試下呢個椒鹽皮皮蝦，98蚊一份，呢度皮皮蝦都唔算細隻嘅，還可以啊。好嫩好鮮甜喎，嗰啲蒜香味好嘢味，超滿足啊！呢啲嚟啊！哇！食海鮮整杯檸檬茶，好解漏啊！試下呢個火焰燃燒海螺，68蚊一份。哇！佢呢個海螺咧鎖口得嚟咧又鮮甜，而且咧佢啲汁水鎖住晒喺入邊，一口咬落去咧爆汁出嚟嘅，超好食。試下呢個蝦蟹粥，118蚊一煲，裏邊咧係用咗啲爆菇螺絲蝦同埋啲三木蟹煮嘅，個煲粥夠晒面滑。個三木蟹煲粥咧特別鮮甜。呢一餐人均100蚊嘅海鮮大餐真係正到痹啊！食咁多嘢點咗2支飲料，先531蚊。嚟到清遠一定要試下呢間29年歷史嘅學明白切雞。白切雞嘅天花板。最高峰嗰日係賣咗160幾隻雞。今日嚟到清遠，捐窿捐罅去揾食。啲農村啲人散養嘅雞啊。哦，散養雞。係啊，所以佢每一隻都唔一樣，個頭唔一樣，老嫩嘅時間都唔一樣，即係都會有出入。哇，多隻！一日最高峰可以賣幾多隻雞啊？最高峰嗰日係賣咗160幾隻雞。160幾隻雞啊？係啊。哎喲，起晒腳㗎喎呢度喎。單黃雞咧，佢係毛黃、腳黃、肉都黃埋㗎啦，你睇。由細食粟米，但係本身都已經好夠黃㗎啦。咁點解清遠雞唔食清遠雞，要食你呢啲羊灘雞？因為清遠雞係以清遠麻雞就標誌，咁我哋楊生嘅雞咧就係楊生三不。咁呢度做咗幾多年啊？清遠呢度係1999年喺清遠呢度做。啊，咁咪仲大過我？呢啲一隻有幾重啊4斤。4、5斤重。養咗幾多日啊？呢啲200幾啊，2斤7兩半。2斤7兩半，50蚊斤。哇！你骨頭好硬㗎喎，你睇啲皮起晒菠蘿釘㗎喎，咁老嘅雞，啲汁水飽滿到不得了。阿靚姐啊，呢個豆腐係咪你哋自己整㗎？係啊，要用山嘅香眼啊。哦。呢度有麥糠啊，可以擠到落去。訂糊俾我啊？幾錢啊？你可以一碗好裝，3蚊雞一個人食得飽。即係3蚊雞任食。嚟到清遠呢度，竟然食係羊山雞，50蚊一斤嘅白切雞。我啲皮 Q 落 Q 落嘅喎，嫩滑得嚟咧，有大少少有嚼勁。白切雞嘅天花板，肉熟骨不熟。佢連呢個雞胸都係嫩滑嘅，雖然佢呢隻雞養得270日，但雞香味都十足嘅。而家嚟試下佢個手工山水豆腐，佢呢個山水豆腐嘅外皮咧應該係過過油，好嫩滑，好清甜。呢個咩嚟㗎？麥糠啊，係用粟米整到。咁呢個甜定鹹㗎？冇味嘅呢個，自己加糖加鹽。哦，嚟試下佢呢個3蚊雞嘅麥羹。呢個好食，呢個好食真係，唔使加嘢都好食。呢個絕對唔係嗰啲用嗰啲粉沖出嚟嘅，食上去個香味係完全唔同嘅。食啲咁靚嘅雞先165蚊，你話抵唔抵啊？